顺服伫你的旨意，为着这片土地，为着教会甲咱所听的咱的朋友，咱的厝边，以及着教会众兄弟，咱少年人也是细囝，为着因来祈祷。人民大家伫身体上的软弱，但是无互阮失去基础对你的疼。愿求你互教会更加积极欢喜，按着你所引出来的路来跑走。感谢主，阮伫遮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下面是启用的时间，咱做伙来启用，我来启，大家来用。启用文第8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我项，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互我心快乐，因为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行过死人的山谷，嘛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互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排泄宴食，伊用油抹我的头壳，听我话到满出来。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作伴。我要永远踮伫上主的厝。于是咱要来吟神圣诗201首，上主做我至好牧者，请起立。我
遮济。下面要来邀请圣歌乐队来献诗。今仔日的诗歌是何塞那归地军哦。下面是消息报告的时间，请业者来拍开咱的周报。本主日是台南新学院的纪念主日，感谢咱邱瑞元区牧师来请安募款，嘛请兄姐继续为着新学院为着这个培育济的传道书，甲咱信徒教育的事工来关心大道奉献。今仔日的花语礼拜呢，咱是先暂停一摆，会后咱有小组要照常来聚会。4月初2拜四下暗的这个8点到9点，伫大湾教会要来举行受南州联合圣餐的礼拜，欢迎咱兄姐来有悲心踊跃来参加，为着
方便本会备办车辆前往，嘛请伫一楼的招待桌来填写咱的名吼，互咱会当知影人数吼。若是要参加咱的即个圣歌队献诗的兄弟嘛伫迄天吼，伫即个7点半来练习请要参与的人伫即个表单顶悬来注明来注明咱是毋是要献诗互咱会当准备即个一寡个歌谱吼。本周拜三吼，暗时7点半要召开着第3摆的即个小会请同工会当照时间来参加。嘛请兄弟吼，大家为着咱知影吼，即个美国甲即个伊朗吼的战争所引起的济不安咱遮有经济上甲济的即个影响啦吼甲一寡人来过往啦吼为着即个世间来守望祈祷，愿上帝保守咱的心，无互咱惊吓啦吼。伫即个世间的即个环境，咱做伙来学习仰望上帝咱的心爱有平安，咱有上帝就无惊吓吼。伫以赛亚书26章3节吼，我用华语来读：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赖你。下面咱要来做伙读即个圣经的金句吼，毋是咱听上帝，是伊捌听咱，找伊的听，为着咱做挽回者，听就是伊，在即个，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的。约翰一书4章10节。我要来共读今仔的圣经节约翰福音3章16节，15章16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既若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伊疼世间到安尼，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佮设立恁，互因去家子，佮伫恁。佮互恁的家子久长伫咧，互因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啥物，伊就互恁。下面咱要来邀请吴宇恩同学来读华语的部分。大家平安，我要共读圣经约翰福音3章16节和15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是给你们。阿门。好，谢谢哈，谢谢于恩。咱来唱诗歌。这时要来请区牧师来为着咱小囝祈祷。区牧师，你先请坐，来，我紧，你先请坐。两位兄弟今日咱请所有小朋友来到台前吼，牧师来把咱的小囝做伙做祝祷。今日嘛真欢喜，咱看到今日区随的牧师吼，伫咱中间，伊是咱长老教会内面的叫做蒙人的牧师啦，唯一的一个吼。嘛真感谢主，期待等下伊的分享会当带互咱生命真好的激励嘛吼。咱搁一摆做伙同心来为着这小囝同心来恳求，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知是主你拣选阮，毋是阮拣选了主。是上帝你呼召的生命，伫阮每一个小囝，伫阮伫世间的年日，拢会当成做主你的儿女，是何等大的福气！主，阮感谢你。虽然阮伫世间有侪无相款的苦痛，无相款的痛痛，甚至看见战争的发生，阮的心有侪惊吓的所在。总是阮知，阮要将阮的生命主权交予主上帝。阮相信，阮所行的每一个时刻，所行的每一个道路，拢有上帝伫咧带路。但阮真欢喜，伫今仔日男神的纪念主日，区随牧师甲牧师娘来到伫阮中间。要来三角分享上帝你美好的信息，愿上帝你圣神甲引三角地地，开伊的喙，互伊通过伊的分享甲见证，搁一摆来见证上帝你得救的福音，伫阮生命中带互阮的祝福甲祝福。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今日真欢喜，有随牧师伫咱中间吼，他拄啊牧师私底下。在他们咧分享的中间，互我怀念着过去细汉的时阵，我的妈妈带我去到伫因兜，吼，我即摆回想起来，感觉讲哇，真感谢主。拄仔听咧分享讲原来伫我过去，我有一个阿姑吼，伫新航医读册，但是了伊过身去，所以伫咧中间，我妈妈甲我提醒，讲咱兜吼家族也无人做牧师的吼，即摆我发觉讲原来伊是同学啊。所以时代年纪咧，时间咧过足紧的，有一日当咱会当是搁一摆做伙同工，做伙伫上帝殿，会当服侍上帝是非常的美好。所以甲你边的兄弟姊妹讲，会当甲你做伙敬拜，是何等美好的事。上帝互咱真水的机会，就是咱会当三角组织。所以咱嘛伫即个所在，咱去一摆拍鼓啊，欢迎伊。嘛真多谢牧师娘拢甲伊参加多谢因从下底的时间就交互恁良亲爱兄弟姊妹，咱会当伫遮做伙敬拜上帝，这拢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今日要甲咱做伙分享的诗歌，就是阮
感谢主。想看多一点吗？哦。他电脑怎么会跑掉？我那电脑这声是会点啊噪音起来。他第一次。刚有炮声老师。不要紧，还是用随迄个钢琴，你唔是播放器？无啊，你无播放器？无。安尼，无要紧，你照安尼，无要紧，我用音适应，无要紧。移调，他自己移调，再一次，他自己移调。不敢。奇怪。
真感谢上帝，互咱有机会伫伊的面前来敬拜伊。伫过去，咱拢会常常听到人咧讲，阮家是音乐世家。对阮的阿公的时代，大家拢学音乐的，有的学小提琴，有的学钢琴，有的学声乐。咱嘛真听着人讲，阮家是牧师世家。对我阿祖、我阿公、我老爸，我就是第4代的牧师。第位，我来讲。有听，才有竞选；若无听，就无竞选。其实，伫音乐上，我是一个连哆来咪都唱袂准的人。总是感谢规名学校的校长陈淑静校长，伊无放弃。当恁若下课的时，伊就来甲我讲：随缘，来礼拜堂，我要创啥？老师爱教你唱哆来咪发嗦唱互准。因为我刚开始的时，我华语我听无。就开始咧就哆来咪发嗦停啦，有无？你的声甲老师的声有共款无？第位，班校长伊无用真深的乐理甲我解说，伊用我听有的方法来甲我解说，有无？你的声甲老师的声敢有共款？第位，检查咱中间有人捌做过老师过，也无的确。不管你是音乐老师，还是数学老师，还是物理化的老师，咱敢袂晓教迄个口教，理解力较强的，我嘛要讲。当时陈淑静校长伊若要经迄个口教，那安尼今仔日我拍算无机会伫咱中间，甲咱敬拜上帝。我音乐是后天培养的，咱真济准无做牧师，无至少伫咱的阿公的时代。伫咱老爸的时代，咱爸母的时代，就拢正做基督徒。总是我甲人无共款。若要讲吼，我毋是啥物世家啦，我是东基世家出身的啦。第一代，若照我知影的啦吼。第一代是我阿公，第二代是我的4伯，第3代应该是我，因为我5岁时就互弟母千岁做客囝，咱知影吼，要互伊的性命做客囝爱手动抓呢，我是一个5岁囡仔。我嘛毋知影啥物叫做手动抓，只好由我的爸爸来替我就。迄个动抓就是讲将来若违背弟母千岁，爱绝子绝孙。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这样代志我不时记伫我的头壳内。有一项奇妙代志发生，就是我读6年的时，我
阮学校暗时啊礼拜，拢有照你的意愿来甲你分配。亲像讲，我若准备明年要领洗礼，也是讲今年10月要领洗礼，即马就爱分配伫预备班。我一直感觉真奇怪，我也无去报名，讲我要领洗礼，是安怎来甲我分配伫预备班？但是我迄阵我嘛真乖呢，人都安尼甲我分配，所以我无能去预备班上课。我是伫民国55年的4月初10，也就是9月节的透早领洗礼。伫这个进前，也就是4月初8的暗时，当我倒落去困的时，有声甲我讲：“瑞恩，你若要得到真正的平安，你的确就要来对我，对我信靠我。了后第二种的声音，就随时佮甲我讲袂使。”袂使，你毋好袂记这，你是地府千岁的客囝，你毋好袂记这。当时恁老爸有替你咒暗刷，你若违背地府千岁，你会绝囝绝孙哦。各位，我毋知影，咱在座兄弟姊妹，当你若听着即款声的时，你敢袂丢牛无？会丢猪袂？会考虑袂？我老实甲恁讲，有。我有丢猪，但要安怎？我要做甚物款的决定？了后，当我伫遐咧丢猪的时，佫有声甲我讲，无要紧，你通伫我的面前来就近我，你若就近我，信靠我，就过去恁爸爸替你就的担纸，全部我拢会替你担。就安尼，因为迄个时阵我目标啊，我敢若知影足晚啦定。我就对我的梦床爬起来，慢慢来行去到基中和牧师咧住的所在，伫遐甲伊弄门。基中和牧师来开门的时，伊真温柔甲我问：“虽然即马足晚，你知无？”我知。啊，你来找牧师有甚物代志？讲牧师，咱明仔载敢是讲要问道理吼？我会使参加无？伊讲你啥人要参加？我欢喜承认接纳上帝将做我的天父，耶稣基督将做我的救主，圣神做我的保护师。我要领洗礼这样代志，我嘛毋敢互阮兜的人知影。总是我是9月节的透早6点领洗礼。我来讲嘛，伫迄个时阵起来坐头班车，对布袋的大寮坐到新营，搁坐火车到伫屏东阮兜。一入门尔，就开始调，开始调，耶稣就开始念，害了了，害了了，一切拢害了了。阮爸爸甲我无啊，
阮都做平安的啊，你捌学白来拍手水。我阿公恁拢毋知影吼，我对今仔日透早，我会阁拍起一个囝。我爸爸甲问，啊是芳去什么啦？伊讲随缘芳伊家啦。我阿爸真出名，会阁甲问讲，你是地府真水呢？伊芳伊你无当上找倒转啊！啊你咧做啥物神明？我阿公阁讲。开玩笑，莫讲我，阁互阮五王联合起来，嘛无法度通将随缘找倒转来。我若要甲问过，伊阁有遐歹？伊讲毋是啦，毋是歹的问题啦，是因为下早透早6点下时，随缘的面做一个真特别的记号。因为迄个记号，莫讲阮五王，阁互阮众神联合起来，嘛无人敢去甲伊侵犯着。即项代志我拢毋知影，阮兜的人嘛拢无甲我问。上迄年的暑假长去。阮后爸甲我见面的时，第一句话甲我问我听伊讲你去信耶稣哦，我阁甲讲无啊，歹有。阮爸爸讲你哦，莫阁骗，莫阁讲白贼啦。你毋是干那去信耶稣啦，惊你嘛阁尔细咧，你的面貌，互恁的耶稣甲你转去啦，敢毋是？我惊是对呢，我就问阿爸，恁哪知这个代志？啊，就是卡带，我咧甲咱讲，这个代志发生，啊，这个代志是亲身对我的来讲的嘴讲毋出来的话。啊，迄个暑假，因为记者的牧师有甲我只已经了洗礼了的人交代一项代志，若有拄好的时间，爱请恁附近教会的牧师去恁兜做家庭礼拜。啊，我嘛真听，我迄个时阵，我嘛属于一个真听话学生。啊，因为阮兜离屏东和平教会足近的，当然，我爱大声问阮爸爸看，敢会使无？阮爸爸毋敢做主，伊甲我讲，问恁阿公啦，恁阿公若无问题就好啦。后来我就问阮阿公讲，阿公，阮青年人来咱兜做礼拜祈祷，互你的身体会当一当比一当搁较留空间敢好。伊点，伊头仔甲我讲袂使。我讲啊无，阮这个青年人来唱歌，互你听敢好。我阿公甲我讲，啊，恁这青年人要唱啥物歌互我听？你先唱互阿公听，我嘛阿公若感觉好，才来。我讲好，阿公，我先唱互你听。啊，咱若有伫遮做家庭礼拜，阮的青年人嘛照这个歌安尼唱，我就应，因为阮阿公，咱莫讲音乐教育啦吼，嘛无读什物册，啊，就自细汉就是饲牛、牵牛，啊，做事安尼若定，所以你要唱互伊听的时
歌一定爱伊听有的是歌。感谢上帝，互我有智慧。我阿公安尼讲啊是我好，我一定要接受阿公的挑战。我就开始唱。上帝创造天甲地，是这万美大行为，讲了极大又极宽，只是七宝因无煞，行呀落地行，呀落地。你倒喊呀，你话咯，你喊，我阿公听了哈，你基督教的圣旨爱喊咯，我会咯，按无咁办，恁的歌会喊呀，我的圣旨嘛会呢。了后，我阿公甲我好啦，啊无吼，恁来礼拜啦，吼啊恁唱歌互阿公听好啦，啊毋过吼，伊讲阿公敢有甲你参详一项代志，这一个做过啦10当久的当机对个嘴亲嘴讲出来讲，恁莫祈祷啦，我是安怎？阮祈祷互你留空间，甲毋好，伊讲迄个毋是好甲毋好的问题。我若互恁祈祷落到底，啊我借钱走了了，我就免伊啊。第位为什么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这个？通过即款的分享，搁再一遍，互咱大家知影，一个做60当久的当机的人，因无形中就原来承认，咱的上帝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咱的耶稣基督是真，搁活的主。第位，有当时咱会受到传统的影响，我嘛知影，咱虽信主久久，毋过，当咱若拄着丧事，拄着咱的亲人过世的时，讲是讲基督徒，咱嘛去看时、看日，安尼还佫无够。就讲若说下晡是1点落钟较好，也是1点半，也是2点。各位亲爱兄弟姊妹，若是大家拢无意义的时，什么时间，拢是上帝所赏赐的时间。亲爱兄弟姊妹，当我结婚了后，迄当的圣诞节，我妈妈去办公室找我。就甲我问讲，啊，阮新妇敢有要生无？我甲讲有啦。妈妈甲我讲一句话，也是恁的上帝较老。第位，咱即嘛吼，有当时啊，迄个不孕症啊吼，有足侪原因的不孕症。啊，假使讲无顺利，伊若拄属着不孕症啊，我妈妈一定甲我讲。甲你讲，你就拢毋听话；甲你讲叫你买，你就会。总是，无因为安尼，我逐渐就顺。上帝阁互我2个查某囝，阁互我一个4岁生做真可爱、真古锥的查甫孙。安尼无输到逐渐就顺，无啊。是，所以，愿咱的上帝，甲咱三角一约。当上帝若甲咱同行，上帝的平安若甲咱
当行的时，伫咱的心内，咱的家庭，咱的教会，就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平安，当然就有真正的喜乐。咱三甲来祈祷，真正的上帝，阮感谢你，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嘛是正生命中的上帝。天顶的上帝，我嘛感谢你，因为你有听我，有听就有竞选。你毋若听我若听，你阁竞选我，来成做你的囝儿，成做你的查某囝，嘛感谢你。今仔日伫这个所在，奉你的名来起造大桥教会，互阮定每礼拜，互阮时时刻刻，拢会当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你、学了你，嘛会当伫这个所在安静来向你祈祷。祈求我的需要，我的平安。真正的上帝，我们将大桥教会吴牧师以及中职所有的兄弟，拢交托伫你的手。愿确实，若是有你的同在，阮就有真正的平安。愿安尼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副牧师啊，这咱拍婆啊，感谢。这是咱要来唱回应的诗啊，新圣诗612首，境遇好歹变化无定，请起立。我
奉献。这是要来鼓励今仔日的奉献。咱就是要来选念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民都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受惠主权，伊只是我伊对你所有的问题，用我安定的心奉献伊的面前，有主为我大摆关心到伊的奉献，超越我的心，问题我心命，我相信。奉献是在健丰收的经济，我相信奉献是最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高度。有做咱教育的信心甲伊的诉说，我相信了后悔，给我的热情，我最要受的奉献的阿门。所接要来吟上用的圣诗，新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古牧师来为兄弟来祝祷。咱三个人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咱大桥教会牧师用一记咱所有兄弟，咱通平平安安倒转去伫咱逐人的家庭，咱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主爱、甲恩典、天父上帝的怜悯、甲疼痛，以及圣神的安慰、帮赞，甲咱众兄弟三角之地，最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